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咱要拣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树头若有顾好栽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这句俗语，大家应该拢解熟悉。有栽就会稳，所摆咱嘛有一块词叫做财稳，稳达达的。今仔日就是要来研究这字财。伫遮，财就是稳的意思。像咱节目内底主持人所讲的，甲因母语的基础顾好栽，就是要顾好好，顾好会定根，根顶有深。树仔自然生了会水，大甲有看。栽，阁有一种用法，是根据某人的看法、立场来表示意见。咱用一个例来说明会较清楚。在你看，伊即遍升大的台语检定敢考会过？我看伊平素时嘛无啥咧讲台语，册尾内嘛无咧显。在我的经验。伊阁真拼咧啦，阁一个是故在、随在的意思，像讲在你去，在人想，在我欢喜，上尾就是含伫一个所在的伫共意思，像讲人生在世，就是咧讲人活伫这个世间，心在江湖，在野，在早。在地的在，拢是这个意思。这类的词讲袂了，简单讲几个，互大家体会一下就好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